嘟嘟嘟，你着搞哦，你当啥意思啊？那像做厉害的意思啊。哈，安尼着做厉害？对啊，因为咱的新单元啊，会当邀请别个来宾呢。啊无你即嘛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你即嘛敢是咧讲甲我做伙录节目足无聊的意思？你这样咧安尼哈？啊，有安怎？你莫乱啦，今仔有别人伫咧呢。好啦，安尼咱爱较认真咧。无，咱来先练看卖新的口号，你感觉啥款？好哦。出名人，请借问。毋是啊，我嘛是出名的人呢。哎呦，是咧乱啥啦？安尼你家己一个人学白变就好啊。请问当时会使开始正式录音？歹势，马上开始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吉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学白变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今仔的来宾就是台湾技术部的制作人兼主持人的王介川白变，你敢要好好介绍一下？啊，我毋敢甲伊讲话呢，伊制作人。你假啥？啊无，咱叫伊家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啊。伊等下甲我加收钱，无要紧啦。制作人，请你介绍一下你家己敢好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介川，我是台湾技术部的制作人兼主持人。我接这个节目已经有1档，我伫公共电视服务有13档外，进前嘛有做过报社的记者，差不多间隔伫新闻界有16还是17档。哇，甲我变结婚呢！你甲我少年？歹势，你继续哦。好，咱简单的介绍差不多像安尼，等下会使看听众朋友有啥物问题，按做较深的了解安尼。好哦，多谢介川的自我介绍。听讲听众朋友写足侪问题来呢。安尼咱话莫讲伤济，赶紧开始。好，咱来问第一条。这网友都厉害哦，这问题拢是网友写出来。第一条问题是要问介川进前要做过记者，请问啊，文字的记者甲摄影记者敢有固定的合作对象？而且出门采访的时阵，敢有倒一个较有主导权？我感觉即个问问题的人真专业呢。按先来讲，啥物是文字记者甲摄影记者？但是以大家伫电视看到的文字记者，就是摕麦克迄个，需要伫镜头前讲话。嘛爱写稿，咱看到的新闻嘛，主要是文字在配音。摄影的记者就是翕画面，大多数咱伫电视顶悬看袂到因出现。毋过对于电视新闻来讲，即个甲广播同无共款的，就是有画面，所以摄影伫个电视新闻内底是介重要。这两个角色的合作呢，有的人是会固定，嘛有人无固定。其实看因合作的情形。有的人合作了解吧，就有可能会做1、20档安尼。嘛有人是伫公司即马有剩啥物人力，就安排因去配合，所以并毋是讲每工真固定。那安尼我就袂使去做摄影记者，好你加载我袂晓摄影。像阮两个人像是经村的即个斗做伙。那认真回答，你莫学白乱好无？无啦，我可能惊讲我去互试用2、3工就互结束啊。你还是乖乖踮遮录音好啊啦，好啊，后一题。袂啦，咱袂讲了咧啦。安尼请制作人继续讲哦。但拄即题个问到一个主导权啊吼，咱当初有讲文字甲摄影是合作的关系，所以向来主导其实嘛无一定，有可能是固定一个人主导，但是嘛有可能因并无明显的主导权。譬如来讲，若发生一件灾害的新闻。像最近伫高雄大水有灾情嘛，文字甲摄影去到土石流的现场，面积遐尼大片，即时阵毋管是文字抑是摄影，因拢在找现场要翕啥物画面，找等一个会使放入去新闻内底的重点。只是最后文字稿是由文字记者来写，但是画面本身嘛有画面的语言，像讲若一只狗仔甲规身躯澹沥落，伊徛伫个土石流顶悬。摄影伊用即个画面，都可能是想要讲出一个这是一个悲伤无奈的现场。所以主导权即件代志其实真歹讲，
同伙的关系，我认为是双方讨论会使做合作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敢会像阮安尼一直冤家要安怎？对啊，像乌白呢，逐摆拢伫遐吵，我敢毋当甲主管斗？哎哟，其实冤家嘛是常常有啦，但是我即摆讲的是一般伫咧新闻界、文艺甲摄影加减有冤家的情形，这是工作上毋管啥物职业拢会出现的。而且像恁即种搭喙鼓是真好，算一种互相求进步的冤家。若是记者互相会冤了会和好，等于嘛是一种参详的表现，做观念的交流，其实这嘛真好。你看，人甲伊传做主管，人做温柔的，而且佫真老实，才袂听你黑白讲，就对我有误解。你即马敢是咧讲咱的主管？你是咧该传你莫插伊，咱继续后一条题目。好，安尼换我来问第二条，请问为记者做到呾已经是主持人，工课上有发生过上好笑的代志是倒一件咧？几落件嘛会使哦。好。做记者的部分，其实我拄着上闹开的，毋是新闻出问题，因为我本身找新闻的时阵拢会做功课嘛，所以较少我迄种去找的新闻，结果我家己完全无了解，即种就较少出现。但是我曾经，譬如讲明仔载有活动，我看做是今仔日爱走，所以因为阮找新闻拢爱先报备嘛，所以我就报备讲我下晡要走一条啥物题目，伊的议题是啥物，所以我就出门。但是迄天我去到现场的时阵，发现讲，现场完全无人，其实足见笑的。虽然迄个时阵无人看到我见笑的模样，但是我想我的摄影甲采访车的驾驶，因的目睭眼应该已经变甲天崩去啊。所以像这种情形，其实就较麻烦，我就需要临时赶紧找一条新的题目来做。毋过，即讲的拢是做逐工新闻的情形，若是专题新闻，特别安尼啦。哇，那会遮尔古水？这听起来是你做的代志呢。乱讲，我会记得我迄天写毋着破文的时阵，无人看着啊。你两个若是算真好笑吼。毋过，若是讲要讲好笑的经验，我嘛要走过土石流的现场。迄当时是头一件去迄个现场啦，迄个时阵我伫报社做记者，所以我看到迄土石流，拍日头已经拍几啊工啊嘛，看起来大大，所以我叫我会用行去电管，要去同电管翕相。结果我就愈行骹条愈深，家己根本无法度爬起来。好佳在有其他的媒体朋友斗阵去，因着哪笑哪用一支叉将我救出来。哎哟，这听起来其实足恐怖的呢，哪有好笑？是啊，若像咱安尼会啊当过，去一定会搁较恐怖。安尼讲嘛是吼，好佳在是无代志啦。好佳在无代志，你即摆才会当坐伫遮。若安尼第三条拄好嘛是我真好幸的代志，拢毋知影讲吼，你迄边的同事有偌济人讲。第三条就是要问讲，台湾技术部的制作单位有几个人？逐礼拜的主题是要安怎选？像恁的工作人数是要安怎分配？像讲恁的联络啊、文字稿啊、招外景等等即寡问题。好，阮技术部有10名成员，8名是记者，包括拄则有讲到的文艺甲摄影。主题同主要是记者因家己想，则佮甲我讨论较近。嘛有一寡是我收到，也是看到啥物消息，认为会使发展做成专题，我就会请记者引去采访。有时阵一礼拜技术部的3条专题是同一个主题，讲较深要互观众了解，但有时阵嘛会3条拢无共款的主题，所以看题目是毋是适合讲遐尼深做遐尼多。若采访的过程一定是先联络，确定受访者伊有适合讲即个议题。时间上嘛有适合有用通配合，阮才会去甲采访。15分钟的专题是需要真侪内容甲接受采访的人，有可能是爱翕3-4工才会使完成，但嘛有可能是爱翕到3-4个礼拜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刷落来问第4条，若像嘛拄啊好。咱的铁粉问题真厉害哦。第4条是要问讲，台湾技术部的内容拢是较严肃的主题。
请问以前采访的新闻，也是目前主持的节目内容，若是拄到毋是正面的事件，譬如讲环境互迫害、弱势义工欠照顾等等，你是安怎做好家己的心理建设，莫受到影响？还是讲你已经无感觉啊？好，其实技术部是嘛有一寡题目较无遐尼严肃啦吼，但每礼拜一定有一个较议题探讨较深的题目，这可能是互观众感觉较严肃的所在。我是新闻专题节目的责任啦，尤其咱是公共电视。另外就是讲，虽然观众朋友伫咧电视看到我主持，毋过我另外一个职务是制作人，所以每一个题目对确定要做到完成，还是讲要伫咧即礼拜播送，其实前后后我已经看过几啊届，所以就较袂心情去受到影响。但若是走新闻，其实有真侪现场，毋管是互咱感觉生气，也是伤心，这拢有拄过。只是做记者，我家己的观念是，毋管是安怎伤心，嘛袂使伫采访对象的面头前流目屎，所以我拢会忍啦。有时阵忍甲颔棍仔会足疼，毋知影大家敢有迄种经验吗？我用听就感觉真毋甘。是啊，我嘛是迄种看到人咧哭就会对咧哭的呢。毋过我想要知影讲，若是讲记者对咧哭啊，敢会互观众感觉讲做有心的，还是会去互讲即个记者无专业？咱常常咧讲新闻爱有特点嘛，就是爱徛伫咧中央，避免家己的主观。所以亲像一件代志，若是使我感觉伤心，也是愤慨。其实做记者毋是将即种心情表达伫咧伊的文稿，反而是爱去想，你感觉伤心愤慨，是毋是因为即件代志背后有问题，有你感觉无公平的所在？所以你应该去探讨伊背后有啥物问题，将即个问题挖出来，互社会大众了解、讨论，甚至有可能去发起一个要帮即个当事人，也是即个族群解决问题的心态。安尼是做记者较专业的做法，嘛是一种表达讲记者伊是甲民众徛共线的态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叫是讲，迄记者拢无伫哭，可能是讲伊对即件代志较无感觉。哦，那安尼我即马要来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啊哦。请问芥川敢有为着要做主持人，会出现伫咧电视顶的原因，专工去练身材？这敢算是专业的问题。我毋知影即名听众朋友是认为我伤瘦还是伤大颗吼。拄则有讲到，我另外一个职务是制作人嘛，所以其实将节目的内容做好，共款真重要。我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拢较无用，所以就较无去运动。但是这甲主持袂要紧啦吼，我认为是西装穿的落就好。但我进前确实是真爱运动的人。只是有时阵愈运动愈枵，枵就食愈济，就愈大箍安尼。袂啦，我感觉制作人的身材真好。你看啦，后边你就是无运动。拜托咧，人我数空气就会大箍呢，我嘛无愿意，好无？嘛是啦，幸亏我家己嘛无咧做啥物运动，嘿嘿嘿。对啊，你要感谢恁老母，甲你生了真好呢。哦，感谢阿母。哦，好啦，安尼上尾一条问题，第6条咱要来请问芥川敢有一集？就是伫咧技术部制作的过程内底，互你上有印象，敢会当推荐互咱的听众朋友？真济呢，因为这个专题拢算是阮用心做出来的作品嘛，就像迄家己生的囡仔，当然阮家己拢会真介意。新闻专题伊主要就是探讨社会问题，找解决的方式。台湾技术部是台语台的节目嘛，所以阮有更加去加强，用即种精神找台湾文化历史的问题。所以，毋管阮做诶小王船的世界性，也是讲地方武阵歹流传的题目，其实阮拢真推荐听众朋友，嘛会使去阮的 YouTube 看卖。嘿咩，拢是家己的囡仔，每一个拢嘛足介意的。无毋对，虽然新的单元会当听到因兜遐的声音，毋过其他的单元嘛真好听哦。对啊，这拢是阮的囡仔啦，嘛毋是啦，拢是咱台语台的囝。嘿啦，今仔日真感谢芥川专工拨时间互阮。大家若想要看节目，会记得每礼拜5暗时9点，无电视通看的朋友，并且冇直播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，请问
多谢大家努力。所以因的拿球，他用一支叉将我喂出来呢。喂出来，又出来，又出来，喂出来，好可怕！我已经被埋了，对不起。然后就拿丝带来可以的。 NG，这可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刷落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刷落来问第4条嘛是拄啊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刷落来问第4条嘛就哈，刷好像继续问第4题，感觉也可以，突然间变广东腔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刷来问第4题班，哪想啊？第4条的问题就是讲问题。第4条。请问以前采访的新闻，也是目前主持的内容。好，敢会当推荐，敢会当推荐，敢会当推荐互咱呢？黑妹，等下再一遍，黑妹拢是黑妹。今仔日真感谢介川专工报时间互阮。拨时间，报啥？你紧报啊！即摆是下晡3点。拨时间。下面音响。今仔日真感谢介川专工报时间。报啥？伊就是安尼啊！你甲看。报啥？嘿啦，今仔日真感谢介川。你的条我袂清楚。但是想说后面的有点水。